后来，这个刑事局破这件有史以来上大件的毒家背包的走私案。总统蔡英文特别伫今仔日6月15警察节颁奖表扬，行政院长苏贞昌、内政部长徐国勇、警政署长陈家钦拢有参加。这个内阁的人士嘛受到注目，因为陈其迈可能会伫后日17日迄天请示行政院副院长投入到高雄市长的补选。这个副院长的课才要来接咧。苏贞昌笑讲，陈其迈拢还未请示咧，就咧想这个问题。安尼对陈其迈歹势啦。总统蔡英文去巡视，已经抓到历史上上大毒品加背包案。现场还有行政院长苏贞昌、法务部长蔡清祥、内政部长徐国勇，还有进前去函送的警政署长陈家钦。6月15警察节，大家做伙替警察加油。向所有的警察同仁说一声谢谢，辛苦了，警察节快乐。另外就是人事的问题，陈其迈可能27号时节投入高雄市长的补选，副院长上来接任。我跟他很好啊，他表现也很好。那陈时中也表现很好啊。那这2个人要选一个要选？也没有说2个选1个，这个陈其迈都还没有提出辞职，我就在想这个对陈其迈不好意思。另外，针对自费医材的差价有一个上限，这个问题苏贞昌解释，希望减少民众负担的美意，但确实一个政策应该要有充分沟通，要让所有相关人员都能够了解。目前是新案下，就是要沟通、沟通再沟通。苏贞昌嘛讲，会想出一个更较好的方案，再来推出。